弟弟，那不像纽约，是在哪？巴尔的摩，是我跟艾米准备去开餐厅的地方。没准哪一天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去了。艾米，你12点到2点有2个课啊，多少钱100。算了，一起来。哎，为什么他们可以骑？声小一点，旁边还有人。今天早上看到他了。昨天嘛，我们两个就是睡在一起，到床打。还有20分钟出发啊，你自己看表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春节不营业了。好担心他呀，他再这样下去一定会瞎掉吧？Amy，客人。你为什么会来美国？我在电视上看到弟弟的新闻，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你老婆在台湾？我真的不知道回去要做什么。女人的心海底针。我只是觉得我想要改变。那你开个餐厅好吗？你手艺那么好。谁跟你说我想开餐厅？其实你会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弟弟已经不在了，对吧？不要不开心，笑一个啦。这些钱我存了好久，不然下一次带你出去玩。弟弟啊，你的好朋友来这里给你上香哦，陪你去上天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。